人讲係田中博士嘅吳生玉先生，唔但將啲桃園龍潭復育嘅女公館，佢咪係國內頭一個成功復育原生種嘅台灣乒乓草，一般人老佢講係水泡蓮嘅水生植物專家。佢當款水生植物未研究到動差大，雖然像各種專業，唔過有當到位學者專家都還會容易請教韓國討論水生植物嘅相關問題。韓教會全台灣去尋台灣嘅水生植物，就像係尋保用嘅，也就看起來全無用嘅草，啲吳生玉先生嘅模組投降，造成都係薄。臨暗時頭，一堆細細綠葉嘅黃色花，啲比同杜康幾多標定。日頭落山呢，逢下接那去，行卡江，行卡上熱。啲比同船呢，草條度固定呢。吳生玉先生收集啲比同杜康嘅原生種台灣乒乓草水泡蓮。講定，佢當場看到嘅乜嘅東西。做定怪嘢衫，騎定睇地位，準備愛去比同杜康，留不影響水泡蓮嘅水生植物留起來。以前我特別都是原生啊，從那個比同高，全部去釣魚啊，我都提供啲東西青島吼，特別轉來時節都見來見冇。最先就萬個隻比同有嘅哦，而家存到正經廠啲仲係就含按到原生嘅吼，存到3、4隻添咧，冇到咧，係啊。所以我想講呢啲東西唔好被切斷。石強強就問馬蹄嘅水泡蓮，日本人拿來做虎口肉嘅，含做地高啲水質。水面上上到從鮮用嘅嘢也備，都為暗部石頭，女公館就為落亞天頭。現在水泡蓮啲土做苗天氣一定多，故所同行業有同層嘅關係。另外，佢還有咧特別嘅功能。特別客家人咧買啊嚇，一出家啦，比同咧有啲用係按水泡蓮清醬，帶進去咁樣十比同種。客家人講按照傳情法，哦，所以講你出家以後會帶啲東西，所以講你都南部去看，你講南部看到嘅有比同人哋種啲人咁樣而講，你係咪要隻客家禪橋？所以咧仲係真神奇啊！呢度嘅用心看顧，自家都冇簡單，將復育成功。人講係水康光明燈嘅水泡蓮。吳生玉先生接受愛浸到水調度，也無限，皆無限。到水調度落得稀做主管嘅。效果做咩不用強久啊！一開始就冇綁啊，一種捉高漲海洋，粘啊，天筒一樣綁起來。你綁下去，個腳流到個下調位度，哦，你都會綁得起。喲，嗰行比同一種，一叫你捉高漲橋呢。各種專業就離開家鄉，來到台北學師嘅做工廠嘅吳生玉先生，10公年過後轉去家鄉，看到田島度一道水生植物唔見睇，佢決定做成愛老家島潛到轉來。看啊，我就算啊，差唔多15種左右藝術嚟啲啦，其他藝唔識啊。咁唔識講，你下按到去那邊錢，交給屬於萬邊嘅機，吼，台灣是建設哇，就講哪位，一看就希望係冇，你拿樹去對啊，拿咗嚟是可以去種看啊。韓教會全台灣，吳生玉先生潛到台灣347種水生植物，就種啲7屆田杜康。早晨就4點就落嚟也不難。按不到下班5點以後，是到了到了新一點轉點樣轉不卡，是這個變成講啊，少年啦，是老幾做朋友啦，做盤啦，你啊，當然來都沒從安尼，變啊，錯啊，撞槍啊，吼，大家看啊，到底嗰種用上得好啊，唔好啊，這樣片啊。佢知道越做越有心得，大家手機從我嘅地事。問2年咯，我人講飛機講好。佢哋我唔係啦，我個個按正嘅天啊，同我種錯，你種嘢咪，所以我講本藝術功效。啊，雖然你會種咗來按哦，滿天種的霧了，可以發吧？是咁樣忙嘅。嗰時，親前反對吳生玉先生種錯為嘅，就係佢媽媽。可能那嘢做定嫌棄做出成績，佢咪安心家動到位。但是你啊，佢對佢有興趣，我是放心，是在佢係咧。我是冇講你啦，
啊，这个是有汉子在那种到菜的是这样，冇差啲咧啊，水几高啦，只要是唔是恩又冇。其实他把天发大雨，佢汤个怪的叫，伊喊都在第二度人啊。跟以前做工厂，全部都大天发，全部都个旧作人，喊他麻烦哦，系哦。个这个位个地方啊，个喊到个位也放心哦。近排面对水神车部的世界度，吴长玉先生就唔知好转播，归心就是爱同亚头水神车部强下。对方亲神奇啊，你啊，唔知讲错名字，唔知你国体也唔会反应啊。他帮我来得到某辈去见面，唔会爱啊。可是讲，你啊踩去踩唔出位数吼，要死铁起天啊！嗰度嗰西方来看，嗰是应一个忏悔啊，你看。研究水神车部30年，吴长玉先生每天撒其他好开课，为带领行客农人来认识水神车部尤其响应的。它那个，它如果是这边有石头，它会附在石头上面。认识大家到水神车部，了解到家头很用的生存呢，就会对家头尤其保卫。去炒一功能啊，跟你名清楚，你错全部会报啊。俺家人看到全部都错，我用去全部会报。